来关心是咧市长当选人高虹安的消息，伊涉嫌诈领助理费案情呢有上新的进度。昨早起呢，调查局并分8路搜查国会办公室甲伊相关的住所。高虹安伊的男朋友李中庭办公室的主任甲助理拢被列为贪污的被告，4人拢被这个北基站约谈。高虹安最后是伊伫今日透早5点外时，用60万块交保。律师就讲，涉犯这个贪污的治罪条例，刑期是7年起跳。这款的交保金额算是真悬，代表检方有一定程度怀疑高虹安确实有犯罪。铁帽啊，甲支持者细读写，新的市长当选人高虹安看起来真忝，无话无句离开台北地检署，诈领助理费风波继续咧拖。昨日这检调超各位办公室含大所在，高虹安先去北基站进行约谈，直到半暝啊才来到北检复审。都会阁扣民众屁相，面对媒体咧询问，高虹安嘛无加做回应，啊，同款方移送北检的告伊。穿白衫，伊是高虹安的前助理男朋友李中庭，敢若叫高虹安叫来做人头申报助理费，包括伊含高虹安在内，阁有办公室主任陈焕富，阁有甲呆呆13枚外号的助理王旭文，4人拢互列做贪污被告。复审了后，陈焕富阁王旭文各以10万块交保，李中庭互无报请动去，高虹安是60万块交保。它是一个贪污治罪条例案件，是一个重罪，它是最少可以判到7年以上的，60万这样的数字，对检察官来说，已经就是有一定的怀疑，可能涉及犯罪了。有律师分析，若是检察官决定审后，法官嘛可能还交保。当时被告律师加当准备，等于手头的证据直接互看了，所以决定交保是一个安全牌。根据新闻网报道，一个讲家己是设备商工程师的土家要料讲，高虹安的办公室电子白板的主机，即马伫咧厂商总公司8月第3到新的市府，希望当提起检调。北检是讲，透过媒体报道才知影，即马无检举人提供相关消息。迎接高市长回去新竹就职。支持者话口好成完，高虹安到底敢会当顺利做市长，大家看。